准嘅，听讲新年收成会报出啦。真的哦，安尼最好个咧，啊是啥物事要报出啦？哈，你嘛唔知？唔知。无，咱去找人问看卖。好，啊无咱紧来，你对只，我对啦。好，行。哎呀，你敢知影？收成迄一天，当时要报出。2月初3。等，你敢知影新年收成迄一天，当时要报出？ 2月初3。你敢知影新的收成迄一天，当时要报出2月初3。你敢知影新的收成迄一天，当时要报出2月初3。你敢知影新的收成迄一天，当时报出2月初3。你敢知影新的收成迄一天，当时要报出2月初3。安尼大家敢拢知影？ 2月13下晡5点半，欢迎收看《收成的日子》。